也是语言学校啊。那在那边呢，哇，英文就学得更好。然后后来呢，老师很慈悲哦，就有一天，我们那一群同学当中的妈妈，她是印尼人，她就从印尼来到新加坡看她的小孩。结果呢，这两个孩子就跟他的妈妈说：“妈妈，我跟你讲啊，你那个讲那个一贯道啊，跟我们家乡那个一贯道，跟我们家乡会的这个同学不懂你跟我不懂会一样的。”这个妈妈就说：“没关系，你带妈妈去他们的公共佛场去看一下。”后来呢，这两个男孩呢，就带他的妈妈到我们的佛堂来看灵德佛堂。那看了之后呢，妈妈就说：“傻孩子，这跟我们家里的佛堂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们不要被那个政治大学同学骗了。”所以隔天呢，你知道吗，各位学姐，当我们两个一踏进教室的时候，哇，全班同学掌声如雷。还有人来拥抱我们说：“对不起，我们冤枉你们两个一个学期，你们对我那么真心，我们居然骗了一个政治大学同学，这是误会你们啊！”所以呢，各位亲戚，有时候啊，你知道我们在开会的过程当中，对不对？有时候上天也是会借事来考验你哦，看你有没有坚定的心思啊。可是那时候我们想打退堂鼓，真的。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就请过去你的妈妈帮我们申请加拿大的学校，而且连学生证都下来了哦，连学生证都下来了。可是呢，那时候问题来了，因为浩雪的爸爸呢不让浩雪出国，浩雪的爸爸说：“这样吧，他既然已经到新加坡，那就在新加坡吧。如果要到加拿大去的话，那就回来台湾。一定要到加拿大去的话，只有个办法，有人可以保证他可以活着回来，我就让他去。那各位前几年那两个没跟你担保，没有。为什么爸爸会反对？因为爸爸有一次去美国旅游，他说他在餐厅吃饭，隔壁在警匪枪战。爸爸说美国跟加拿大在隔壁，所以一样恐怖，所以不要去。对，所以呢，那时候郭经理就跟浩雪说：“那边嘛，你在新加坡，我去加拿大，这样子两边一个人开户一边，这样子不行。”那浩雪就哭了，浩雪就跟他说：“你看，我病到全身肿起来，我也是在新加坡，对不对？我呼吸困难，我是在新加坡，你竟然要离我而去，那就去吧。”郭经理就掉眼泪就说：“好吧，那为了你这句话就留下来陪你。”所以呢，浩雪觉得说真的是天意啊。可是各位提醒，郭经理其实差次蛮多的，为什么？因为呢，有一次他就问老师，这个后面浩雪会讲，他问老师，因为在印尼有一段时间他遇到很大的瓶颈，那老师他那段时间老师还会慈悲哦，就是离台。那他有一次就走到前面去请示老师说：“老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一定要留在这里？”老师很慈悲就跟他说：“不，因为那是你的义务，那是因为你跟他们跟印尼人道歉前世的约定，前世的约定哦。所以各位浅浅，你知道你跟哪些人有约定吗？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啊。所以如果你的浅浅点是，请你去开会，不要说梦，对不对？因为越不了难法怎么样？难法相逢，真的。好，就各位浅浅来，你有没有接到来自上帝的考试卷？有没有？各位浅浅，你从修道办到从学道以来到现在一直都很顺利的举手。没有，好，那你觉得人生很苦的举手？也没有，哇，过去的修得很快乐。那你现在修到很快乐的举手？那没有举手的请举手。那是怎么样呢？又快乐又不快乐，是不是？通常是这样哦，不知道前进后退，前进后退对不对？所以呢，或者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生命过程还有什么？你要先变化球。像我有时候真的或许只有那个心灵班那一年比较快乐。那从心灵班的1班到3班就开始接考卷了，真的就开始接考卷了，接个不停。然后接到后来3年前还有连续5年的大考，考到后学去跟老师求饶。那为什么会有那个大考？是不是颠倒考、什么考、并考、什么考都来了，家庭考什么都来。然后后学呢，就是去跟老师忏悔，为什么呢？因为就等于8、9年前有去过后学的补习班的举手。对，那后学的补习班楼上有一个公共辅导，对不对？各位你没有去过后学的补习班就知道了，那个地方还蛮大，96平哦。那个地方是后学跟老师吵的，后学跟老师说，老师，如果跟你报告如果想要一个地方，这个地方6楼可以做实验，3楼呢可以设个公共辅导。如果有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又出口开发办到，我们的经费就没有问题了。各位姐姐，这样想起来是不是很有志气，对不对？很有爆发的理想嘛？那结果这个地方找了2年多，终于找到了。那找到的时候呢，老师又跟后续沟通，他说：“你要的东西我也是已经给你了那个表就是就是从归拢起来，后续就弄到了真的很漂亮。”那老师就提醒后续，如果你不要
要忘记你答应为师的话哦。然后就想到那个四海为家的事情啊。可是你知道，等到房子全部盖好了，佛堂先落成。佛堂落成之后呢，因为想，一定也要营生嘛，对不对？就开了一个学校。那开了学校呢，老师又来托梦了，老师说：“徒儿啊，你要去开荒啊，你去四海为家啊。”那时候我就跟老师说：“老师，徒儿已经去开荒过了。老师你知道吗？台湾四周都是海，对不对？所以呢，徒儿也可以在台湾办到啊，是不是？啊，结果呢，或许有跟老师讲，老师你知道吗？徒儿觉得人在台湾啊，很幸福哎，在台湾可以办到，对不对？又可以做事业，很好啊，为什么一定要再出国去呢？老师你找别的徒儿来。可是3天后呢，后许就开始接到很恐怖的考卷了。啊，但后许呢，经过这5年的历练呢，后许没有问老师为什么？因为那是后许的使命，后许没有去承担，后许没有去了愿哦。所以呢，后许知道，所以我们这样子经过了21年，你看我们国外有41个佛堂，各位浅浅，我们不在比数字，可是你知道吗？因为有这样的走过的历程，我们帮助了那么多人，对不对？啊，他可以求道、学道、修道、办道。啊，像最近然后在脸书都会看到有很多人都会pos那个老师慈悲的说，将来的成就啊，不在度人多少，是不是？不在佛堂的多少，不在什么，是在于你的那个什么，你的这个德性，是不是？你的这个内德方面的培养。可是呢，各位提醒我们看老师的序，我们不要只看一半。你就说，你看老师公开了不要注重数字，设那个什么破点型的培养命很多啊。老师的意思不是这样，老师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呢在那边比较，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没给自己一个目标，是不是？我们呢就会因为我们要度化他们，要成就他们，是不是？我们会去做更多的努力耕耘，是不是？那像我们昨天设的这个家庭佛堂，他的先生呢，其实本来是非常反对，他曾经跟后许说，我非常的讨厌这样的。可是各位浅显，后许就是这样子锲而不舍，两地到头顶，跟他的然后后来呢，他昨天非常的开心，他们昨天度自己的亲人亲戚就度了17位，会觉得他们真的很棒。那他们就会跟旁边的先生说，当这谁？当我谢过人啊，你到边他国际叔叔来，你马上谢过人啊。所以呢，旁边的那3、4位高兴说，好了，你到这谁的谢我，我到你看到我摸你一定谢。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同修之间互相鼓励真的是很好。那其实呢，有相信说，我们每个人在学习过程当中，或多或少都有接触到一些历练嘛，是不是？都有。可是呢，或许在那5年的大考当中可以说可能有累啊，或没有累那或许呢，最后呢，因为考得很惨所以后来呢，因为那时候或许又发愿，又发很多愿，要帮这个人帮那个人，发愿帮这个都20人，发愿帮那个都100人，所以后来说我们就颜面神经麻痹，还有是轻微然后呢，颜面神经麻痹还没有医好，因为答应帮着道亲的嘛，因为他说他都渡不到人，可是呢，他的姐姐犯对空了，那不能够一起口令，或者说，那如果我们帮他发愿，如果他可以渡20个人的话，说不定他可以顺利的清口。结果呢，这样讲之后，他姐姐就愿意求到了，那可是呢，他的姐姐以前就是在那个全东南亚最大的海鲜批发公司当会计，那各位姐姐知道海鲜批发公司虽然是会计也有共业，那各位姐姐你知道一般的人做吃的海鲜不干净会怎么样？全身会抓嘛，对不对？那或许那时候自从答应要帮他渡20个，然后或许回去呼叫2年多晚上一边擦药一边哭因为背部擦不到药，一边擦一边哭所以呢，那时候这个鼻部过敏还没有好，因为颜面神经麻痹。然后因为呢，又发愿帮另外人渡100个人，所以呢，有一次就被人家用那个推车购物的推车，就直接那个从后血的那个脚趾头直接碾过去那个骨头马上裂开半年后去照还是有缝的可是后血还是很喜欢发愿所以那个我们大家去的法师就一次跑来找后血说，刚刚说，才有爱心不可你我可有重心发愿你讲你看那个破呢，为什么我拢做呢？但是后血没有怨没有怨所以呢，但是后血那时候有请那个老师慈悲请老师慈悲，那后血在佛堂跟老师说，老师只要我们佛堂道心愿力修到办到，都愿意帮他们担待一点业力。结果后血的骑摩托车从我们的佛堂下来那个摩托车就滑倒，微型姑菜压这么凶就开始生病，病到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他一直发高烧，结果呢，就到后来后血就去忏悔了，就跟他说，老师，徒儿可能功德
现了，老师走过来就跟后学讲一句话，就说多了，这些呢都跟你无关，但是跟你发的愿有关，没有关系，你度30个人的功德回向给他们就没事了。可是后学在想，我那时候就度几百个人，我要去哪里找30个？后学在想怎么办？可是老师在梦中说多了，我是帮你，所以后学就想说好吧，既然有老师慈悲啊，那后学就尽量去做吧。结果后学在1个月内就度了30个，1个月度了30个。后来呢，再到台北的某些医院全身检查，那个医生说你有没有病？你为什么要来全身健康检查？那后来什么不能够站啊，不能够坐啦，这些全部都好了。但是那个5年大考是因为后学跟老师讲那段话说，老师如果就在台湾就好啦，我在台湾很幸福啊，对不对？可是后来经历5年大考之后呢，老师跟郭经理做梦，他说你知道吗？我一直很舍不得他，可是因为他不听话。就是后学我以为听老师的话，四海为家四海为家。以前会想到四海为家，若先前一张四海为家，你想，就处处为家，对不对？就是一辈子都在办到了对，但是后学才想到，哇，爸爸80岁了耶，哇，那什么对不对？就是会有一些以前要去新加坡开放还没有那么多借口，他现在就会有一些借口。所以今天5年的大考，后学就跟老师忏悔，就跟老师说，老师，你老人家大慈大悲不要再给我考卷来。我从今天开始什么都给你了。结果当天晚上老师来跟后学托梦，笑得非常的灿烂。老师说：“杜啊，你的考程已经结束了，我意思呢会给你很多的那个，就是将来让你办一大片所以你可以开始启程准备去开放了。”是所以呢后来呢因为后学都迟迟不出去老师，后学上次来就是今年7月份来跟心灵之声的班员在讲，就是说老师要跟后学多，我说多，你要不要回来？后学姐姐知道老师问后学说多，你要不要回来？那后学就不理他。结果呢，没有多久就梦见后学的告别式，梦到2次。然后我们的普传师后来想是我乱梦我们2次在新加坡，在印尼梦到，然后呢，我们那个新加坡的讲师也梦到后学的告别式。那后学呢就去跟老师说，我还不要走了，我还有很多事要做，老师你不要带我回去。可是呢，老师就慈悲，就说你的时间到了。那后学呢，一生当中应该都挺愚钝的我有这一次最聪明。后学就去跟老师说，老师你老人家要带那个徒儿回去我给你推荐人选，你要带那个在家里看电视的讲师。因为他们在家里只看电视，他们对众生贡献有限，对不对？那可是老师你把我们这些要修办的调回去了。那现在看电视的讲师他只要在家里三宝在家继续看电视。The 3 treasures for new doll receivers。人的一生中有许多值得庆贺的事情，但却有更多无价且必须要全力以赴来追求的东西。There are many things in life worth celebrating. However, there are even more priceless things worth pursuing with all our efforts. 2500多年前，当释迦牟尼佛仍是王子时，亲眼目睹了人世间之生老病死。他告诉自己，一定要找到一条永恒之路。于是，他放弃了王位及荣华富贵，四处去找寻迷失及永久解脱的法门。后来，燃灯古佛为他授记，最后，他修成了正果，也留下了许多的经典，引导众生开悟正果。About 2,500 years ago, when Sakyamuni Buddha was still a prince,